年东澳甲帕澳这几天成立咧东京办相关的宣传活动，其中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昨亲身主持这个暗会，邀请各国大使做伙参加。咱驻日本代表谢中庭嘛，互因邀请有着，把握机会和各国大使小借问。谢中庭接受访问时，伊讲代表处收到日本亲善团体捐300个医疗用的喙罨，要帮助咱台湾对抗武汉肺炎。 受到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的邀请，各国的驻日本大使29号拢去参加活动，替2020东澳甲帕澳拍头阵。台湾驻日本代表谢中庭嘛有去，佮讲受到日本亲善团体捐的3000块喙罨，帮助台湾对抗武汉肺炎。他们是一个亲善协会的朋友，让他们送来了3000个口罩，感谢。 谢中庭讲会赶紧把这批医疗喙罨运到来台湾，交互外交部处理。这场东澳进前的活动就办伫富士电视台的空中电幕大厅，会当看到东京湾甲奥运的运动场。谢中庭把握机会，甲各国大使交流。主人小池百合子嘛专工来，甲谢中庭小借问，佮讲到台湾奥运的选手。接待我们那个选手的所谓的那个接待城市。 有25个，到现在为止有25个，可以说全世界最多的。谢中庭讲，日本有25个捐烧钱要做，招待台湾的城市是全世界上多。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间，我们也举办运动以外举办一些文化的交流。 办东澳的这段时间，谢中庭希望透过办相关的活动，推广台湾的文化，和台湾的物产卖去日本的市场，借国际级的运动会行销台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